由议员林美燕号召，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康黄金爱心慈善会等一个善心团体，甲伫店家，12号暗时伫北门路地下道集结各界的物资，有杏仁茶、八宝粥等食物，甲着御寒的毛毯，甲着麦仔等，总共大约50-60份，要送予地下道所有的家友。过2天就要过年了，我想每一个人大家都非常高兴，在迎接新的一年啦。尤其它代表是一个团圆啦。那为什么来到地下道？因为有很多街友，他就每天都入住在这边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温暖这个感觉过年的感觉、温馨的感觉送给我们的所有的街友。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跟我们康环金就是安平分会，还有我们阿 King 杏仁茶，还有包括义进城际这些企业共同来就是赞助这一次的活动所有的物资啊。我们希望把这个爱能够分享给所有的人，在这个岁末前夕，也大家一切都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过个好年。咱不是当温暖娘娘，咱是一个人和人的希望，所以人与人相处的那个希望的感觉、期待的感觉，能期待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温暖的感觉。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就显现出来，所以就感谢咱迄个义作咱义作将来接班人啦对于这个方面呢，会当来这个社会资源拢看出来来。做伙做爱心。宜兰服务处执行长叶汉勋嘛表示，因为台南市的家友大部分分散伫个各处来生活，只有暗时才会转来到地下道来歇困避风。宜兰透过市府社会局救助科的帮忙，才进入地下道一一来慰问，并且递进爱心的物资。快乐哦，爱心快乐哦！谢谢，来，祝你快乐。谢谢，来，谢谢。而市府社会局对着社会各界的关怀，嘛希望所有的家友伫个新的一冬，拢会得到幸福甲着希望。2026，马上幸福。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